当然是风台造成台南严重的灾情，不过究竟偌济灾民因此受伤死亡，到底是间接还是直接造成的？市府表示，根据通报，死亡有11件，第一摆演伤会议的审查认定有5件。对此，议员陈坤和表示，因为死伤人数牵涉救助金的补助，所以要求市府查核清楚，尽力协助。我们对于灾情造成的损害、伤害，包括死亡，按来明确啦。因为我这议员我是在监督啊，但是我们市政府当然市长，你希望灾害越少、灾损越少越好啊。可是实际的灾损，你无甲阮赔，无甲阮补助，阮百姓要哪生活啊？另外，8月2号，一套在强降雨造成永康道路因大水，马河浜路靠西昆山水路园多年以后，搁再开幕。对此，议员要求市府说明。对此，局长讲，路园实在叮当，会搁再加强治水。这一次的昆山水上乐园再现，有没有检讨报告？没有昆山水上乐园了，它淹水其实很快啊。我8点22分到的时候，事实上水都已经退了，车子都已经走了。那有淹水是事实，是道路积淹了，也没有淹到那个学校里面。那学校门口那里比较低，我那个地方可能那个排水系统在加强了。是啊，所以说昆山水上乐园有点太沉重了啊，因为我亲自有去看，8点22分车子都在走了。一连2天的风灾专案报告，市长强调将今年扩大补助范围，加强救灾资源，提出具体改善方案。台南新闻，阮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